我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进来，要开始啊！乐乐，你要去倒位啊？今仔日有大来宾哦。进来走！小食遐兽，食遐兽，敢是一种真厉害的怪兽？伊等下会安怎出现呐？哈，不由恁原来啊！小只遐兽，哪会比我较细只？看起来一点仔都无像怪兽，看起来一点仔都无厉害。虽然小只遐兽体型无大，但是伊是真厉害的动物咯。哦，敢有影？嗨，我是小只遐兽牛好。牛好你好，我是乐乐，真欢喜甲你熟识。乐乐刚就想要甲我熟识，那呢先来约看卖。我上喜欢食的物件是啥？这嘛。小朋友，甲乐乐做伙约看卖。我上爱食的物件是：1. 蝴蝶，2. 狗血，3. 草狗。小只遐兽，小只遐兽。我知呀，答案是2. 狗血。无毋对，我叫小只遐兽，是因为我上喜欢食狗血。不过我嘛毋是啥物狗血拢食哦，我上爱食的也是白血。白血，敢是白色的狗血？白血甲狗血是两款无同的生物哦。狗血是杂食性，因啥物货拢食，白血喜欢食插头，破坏插头做的家具，甚至插头做的建筑。所以白血是出名的害虫。厝内底若出现白血，要赶紧甲白血清掉，才会当保护家具甲插头的安全哦。白血足歹的，安尼你赶紧甲白血拢食了了。拢总教好我是白血客车。毋但我喜欢食白血，连我的亲情大只遐兽拢喜欢。伊甚至逐工爱食3万外只白血才会饱哦。3万只白血，迄是偌济啊！人类平常时一碗饭内底大约有1000粒米，3万只白血就是食30碗饭哦。30碗饭，袂使，这一定食袂落。这遐兽家族真正是大胃王呢。嘛无遐厉害啦。不过，安尼你即马食的是啥物？看起来无像是白血。这是芳王令，是保育员替我准备的甜咯。好食。哇哦，你的喙齿足长诶！我的喙齿伸长了后有40公分，比2支尺搁较长。这就会当甲我斗3工，才会食到藏伫狗血孔下骹的白血甲狗血。对吼，安尼下骹的食食，嘛会当食到真轻松，阁会当食甲清气。你的嘴哪滴落来啊？我的喙软特别黏哦，这是为着要甲我斗3工，较好钱着白血。毋然安尼，我吐喙齿的速度真紧，这是为着。敢是为着巴肚枵，想要食较紧呢？其实是白血会咬人啦，我只好食较紧呢，较袂互伊咬着。原来是安尼，牛何先生，那呢你的目睭是安怎无要擘较开咧？你安尼敢看有？阮食遐兽是靠听甲鼻来判断四周围环境。我的视力真歹，所以行路的时阵，我会一直鼻味。讲到味，牛何先生，你敢有发现这附近敢若有一个臭味？真正歹势，这是我分泌的臭色啦。我会散发气味来保护家己，臭味嘛会当提醒别人，这边是属于我的地盘。我的臭味真惊人吼，我是世界10大上臭的动物之一哦，也是我的秘密武器，用来保护家己。原来是安尼，原来臭味嘛会有保护作用。牛何先生，你爬树仔的模样，哪会真像？你要讲的是树蛇吼？对，就是树蛇。
阮小只野兽甲树蛇同款，大部分时间拢住伫树仔顶，会利用鸟仔斗相共，甲树身甲树枝掠条的，所以你才会感觉咱有淡薄仔像。哦，不过我有发现你比树蛇较巧哦。你看，你的马溜会伫树仔顶光条条，安尼爬树仔的时阵就较安全，唔惊落落来。互你发现啊！马溜会当讲是阮小只野兽一族的第5只手。除了用来爬树仔，我需要吓惊敌人的时阵，我嘛会靠马溜徛起来。有够厉害的！除了树蛇，嘛有人讲我甲拉里真像，只不过拉里身躯顶有蓝，而且台湾有野生的拉里。我是住伫中南美洲雨林，也是森林内底。台湾的森林内底并无我的分野哦。原来你嘛是雨林动物哦。对啊，牛好，你是小只野兽，安尼你的亲戚大只野兽，敢有伫咧？我有代志想要问伊。当然有伫咧咯。讲到我的亲戚大只野兽，伊平常时住伫中美洲，所以我无定定见面。不过听讲台北市立动物园内底嘛有大只野兽，乐乐敢要去找看卖？好啊，我上介意探险嘛。那安尼就探过雨林走廊，向前行去找大只野兽的分野咯。Go！ 哇，这个酷鱼哪拢无叮当？一只、两只，有3只酷鱼。酷鱼阁会腻目睭呢。莫看酷鱼安尼点点阴森森的款，伊若甲喙一个掰开，伊就是真恶的爬虫类动物。酷鱼是世界上加合力上强的生物咯。安尼，咱也是赶紧向前行。哟呼，大只野兽，你住伫倒位？啊，这是小妖水獭的厝。小妖水獭是全世界体型上细的水獭哦。因是群居动物，规家伙啊带做伙。你看，因当咧食饭。哦，原来小妖水獭介意食鱼啊！Hello， 小只高山阿弟，恁敢知影大只野兽住伫倒位？只好阁继续向前看卖啊！哦，足侪水滴啊，因斗阵行出来啊！天气凉凉，水滴啊拢困去啊！袂使袂使，爱先找着大只野兽，我阁有代志想要拜托伊。伫遐，继续向前行就是啊！遐有足尖的土堆，是安怎阁有一个坑咧？这是动物园为着模拟大只野兽的生活环境所做的造景。保育员会甲食食放伫坑内底，互只野兽探险讨食。哪会安尼？大只野兽敢无伫厝里？乐乐莫失志，佮斟酌找看卖。只野兽家族拢是夜行性动物，日时会眯起来休困，只有尾阿嬷甲食饭的时阵，才会看到伊。食饭咯！小人咧讲话，伫遐。大只野兽足大个，甲小只野兽差足济。大只野兽的鼻仔足长，甲大象足长，前骹有白色的毛，马溜足胖。哦，伊食饱来散步。大只野兽你好，我是乐乐。乐乐你好，我是大只野兽，我的名叫做 Cortesa。Cortesa 你好。大只野兽真正足大个，甲小只野兽足无共。哦，其实只野兽家族主要有3种哦，分别是大只野兽、小只野兽、甲猪只野兽。阮对体型上都有真大的差别。大只野兽体型上大，身躯顶有长长的毛，喙较长，会当长到45公分，是3只手的长度。安尼你的喙齿敢嘛真长？这是当然的啊！阮大只野兽的喙齿上长有60公分，是世界上喙齿上长的动物之一。阮1分钟会当伸喙齿150届，一下都通甲白虾食了了。足好诶！你敢愿意甲我做伙组成猪白虾小队？
咱做伙去甲厝里有白遐的人斗相共，甲白遐拢食好清气，保护搁较侪人的厝。多谢乐乐甲我邀请加入拄白遐小队，不过，我即马应该爱困啊。阮大只遐兽是爱困的夜行性动物，日时除了食饭，拢咧困。我即马是困的时间，等我困醒才搁讲。嘘，咱莫搅扰课体沙休困，后盖才过来。好，想袂到食遐少，日时遐尔爱困，安尼拄白遐小队，只好后盖才搁集合咯。我一定要甲海棠拄了了，保护大家的厝。虽然食遐兽真爱食白虾，会当斗3工甲海棠拄掉，但是其实食遐兽家族却长咧快速消失。哪会安尼？小食遐兽讲有草小做武器，会当闪避敌人啊！乐乐，你敢还阁会记得食遐兽拢住伫倒？食遐兽拢住伫中南美洲的雨林区，因是雨林动物。都是因为食遐兽家族真依赖热带雨林，也是森林过日子。热带雨林消失的时阵，嘛会予真侪动物拢有路无厝。2019年，每6秒钟都有一座卡丘长大的森林消失。是安怎雨林会无去？敢是有人食去啊？雨林消失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人类不断开发，甲树仔、草条加工，无树仔的土地嘛，阁被利用，摕来种其他作物卖钱。这嘛，互原本住伫雨林内底的动物甲食物，拢有路无厝。想袂到，我想要邀请食遐兽去甲白遐拄掉，保护别人的厝。但是人类却用遮尔紧的速度来破坏食遐兽的厝。安尼阿姊，咱要安怎保护食遐兽的厝？想要保护热带雨林，首先爱先减少纸甲木材的用途。乐乐，你敢知影纸是啥物做的？1. 树仔，2. 漆仔，3. 石头。我知，纸是用树仔做的。答案正确，纸是树仔加工做的。所以，想要保护雨林，上重要的就是莫错树仔，减少使用，而且爱惜纸甲插头做的物件。安尼，我会好好爱惜纸甲插头做的物件。敢阁有其他方法？支持保护雨林的机构，关心雨林保育课题，招搁较侪人做伙救雨林。我知呀。阿姊有讲过，热带雨林内底住世间上一半的生物。今仔日我熟悉住伫热带雨林区的食遐兽家族。为着要找大只遐兽，我看到酷鱼，经过小枵水团的厝，拄到小狗山仔咧佚佗，阁有当咧困的水池啊。小只遐兽妞好讲，伊上喜意食的物件是白虾，一届会当食几6万只的白虾，安尼嘛会当保护插头，莫互白虾食了。只遐兽遐尼厉害。雨林却当咧快速消失，我嘛要拍拼保护食遐兽的厝。小朋友，雨林的保护需要大家做伙拍拼，你愿意做啥？做伙保护雨林呢？会记伫写批寄到乐乐批箱甲我讲哦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搁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搁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！哈哈哈哈。